各位朋友，本期猴哥觀象，暫們聚焦半導體板塊，從周線級別梳理後續節奏。先看海外核心標的 SOX， 周線級別的強支撐為鎖定530，只要周線收盤不有效跌破這個位置，本輪多頭上漲結構就不會被破壞。AI 算力加存儲漲價的上行邏輯持續在線，後市依舊具備衝高動能，本輪上行目標可以看至600一線。再看存儲龍頭三星，同樣以周線結構做核心判斷，關鍵支撐位28萬，只要這個價位守住，上行趨勢就不會被打斷。ABA5 高帶寬存儲的需求支撐仍在，上方空間可以打開，第一目標位看35萬區間。整體來看，半導體板塊目前處於周期上行通道，但短期高位震盪加劇，屬於上漲中繼的回踩階段。後續操作記住核心原則，周線支撐不破，繼續看多。一旦有效跌破關鍵價位，就要警惕趨勢反轉，及時做好封控。以上就是本期猴哥觀象對半導體板塊的周線解讀，行情瞬息萬變，以上僅為技術面分析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市場有風險，入市需謹慎。感謝各位收看，想要把握後續關鍵點位變化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我們下期再見。